當一件樂器唔再只係用嚟演奏，而係成為故事主角，甚至親自開口敘述，你會唔會想即刻翻開第一頁？灰色奏樂外傳，龍泉生歐世千傳奇係灰色奏樂系列作者綠茶嘅全新突破之作，以短篇小說加電子書形式為系列開創未來之餘，更為新藝術文化寫下全新里程碑。是次出版亦獲社區文化發展中心 CCCD 贊助支持，別具意義。本作以新嘅獨白為核心，透過第一人稱羽生嘅記憶喺故事中游走推進。龍泉生既係樂器，亦係主角，既係自己嘅主人，亦係歐世千嘅拍檔。故事側面描寫一把生如何看待歐世千嘅經歷，以及喺滅世之後作為地球生命意志一部分嘅感覺。這既係尋找內心聲音嘅旅程，亦係委身命運成為護世聖物嘅抉擇。若你中意本土香港原創熱血戰鬥與細膩內心獨白並存，又想喺奇幻驚險之中讀到文化傳承嘅重量，呢本新界創舉值得你留意。灰色奏樂外傳，龍泉生歐世千傳奇現已於各大書店及電子書平台有售。